D 反應，今晚12點0分隆重首播。對於今晚睇真啲嘅報導，你哋有乜回應或者親身經歷？10點半開始接聽電話1872109，今晚 D 反應。嘿，以後唔使左計右計啊！至精明嘅消費，梗係惠康價。惠康超級市場獨家提供惠康價，開心靚價。搭船去澳門，嗰啲位咧可以闊翻少少咧，咁啊好多。啲船乾淨啲，唔好一陣味咯。Turbo Cat 港澳飛航船，超凡享受，前所未有。Turbo Cat 穿梭港澳，全新感受。請問邊位 call 車生？姓車啊，喂，姓 call 車生？車生啊，盡快幫你通知車生，拜拜。哇，酷咧！識用冇啊？Motorola Scripter。用過咁多隻衛生巾，我硬係覺得唔夠保護嘅。我嗰隻就唔同咧，佢中間唔係平㗎，咁就 fit 晒我哋嘅體型，更加保護。唔信你試下啊！嬌爽體貼衛生巾，中間輕輕凸起，緊貼體型，吸收迅速，俾你感覺到嘅周全保護。依家有體貼嘅保護咧，我直情感覺到啦。嬌爽體貼衛生巾，強生護你健康，俾你信心。讀書啫嘛，好快就翻嚟㗎啦。上車啦！讀書啫嘛，好快就翻嚟㗎啦。爹哋，唔使掛住我哋㗎，俾心機讀書啦。派員出國深造受訓，係恒生不斷前進嘅其中一部分。恒生在乎你。銀光閃耀，柔美線條，飲食與烹調，呢套美亞高級廚具，你當然不能缺少。不鏽鋼用料，受熱均勻，唔易黐底，配備透明煲蓋，一目了然。獨特煲邊設計，防滴漏，加上呢個美亞電磁爐，哎喲，依家憑惠康印花以惠康價就可以換到。惠康價換購美亞，至精明嘅消費，惠康價開心靚價。如果你對電視或電台廣播有任何投訴，可以隨時致電廣播事務管理局，佢哋嘅投訴熱線電話係28278488。